食傷傷官食神的本質與特點。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傾下八字入面嘅食傷星，尤其係其中嘅傷官。好多人一聽到傷官就覺得唔好，但事實上佢係一顆好聰明嘅星，只不過性格有啲極端。食傷代表我哋嘅思想、創意同表達能力，其中食神比較溫和，諗法多但行動力稍弱，而傷官則不同，他聰明果斷但容易走極端。傷官嘅人往往可以將才智發揮到極致，但亦可能因為過於專注某一方面，忽略咗其他嘢，係顧事業就忘記咗健康或者家庭。不過傷官並唔係事業嘅黑星，古人叫佢傷官係因為佢容易因為過度自信，唔聽勸而惹是非。但如果命局入面有制化或者有貴人相助，傷官反而可以成就大事業，甚至比食神嘅人更成功。因為傷官唔只有想法，仲有超強嘅行動力。傷官喺唔同位置嘅表現，年柱傷官，年柱代表早年家庭環境，傷官喺呢度往往意味住父母性格差異大，可能一個脾氣急，一個性格軟，屋企容易有爭執。細個嗰陣通常唔愛死讀書，但並唔係笨，而係唔中意傳統教育方式，容易叛逆，甚至經常被老師請家長。如果好早出嚟做嘢，18歲前嘅事業會比較辛苦，轉工頻密，唔太容易遇到貴人。月柱傷官，月柱代表青年時期同家庭關係，傷官喺呢度，即係同父母、兄弟姐妹容易有觀念衝突，唔係關係唔好，而係諗法差異大，即係同父母、兄弟姐妹容易有觀念衝突，唔係關係唔好，而係諗法差異大，唔中意被安排，對藝術創意有獨特見解，適合自由職業或者創業，要麼特別成功，要麼特別坎坷，兩極分化好明顯。如果係女仔，感情上容易早戀，但年輕時拍拖唔太穩定，容易因為價值觀唔合而分手。日柱傷官，日柱代表自己同婚姻，傷官喺呢度，即係呢個人諗法多變，有時答應咗嘅事都可能反悔，因為諗法一路喺度變。如果係女仔，感情可能會比較波折，容易遇到性格差異大嘅伴侶，但唔好誤會，傷官喺日柱唔一定會離婚，只不過相處模式比較特別，需要更多磨合。時柱傷官，時柱代表晚年同子女，傷官喺呢度，通常子女比較少，而且小朋友會比較早叛逆，親子之間容易有代溝，互相唔理解。但如果係男命，時柱傷官現官煞，反而可能有個好出色嘅小朋友，因為官煞可以平衡傷官嘅極端性，令小朋友有才有行動力。傷官並唔係凶星，關鍵睇你點運用，佢代表聰明、創造力，如果可以加以引導，反而可以成就非凡嘅事業。如果你中意呢類內容，記得關注我，每都會更新易學知識。